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以賽亞書第14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以色列人歸回論作歌，以奉巴比倫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。求聖靈加添能力，遵行你的旨意。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，求阿們。今天讀以賽亞書第14章。耶和華要憐恤雅各，必再揀選以色列，將他們安置在本地。寄居的必與他們聯合，緊貼雅各家。外邦人必將他們帶回本土。以色列家必在耶和華的地上得外邦人為僕婢，也要擄掠先前擄掠他們的轄制，先前欺壓他們的。當耶和華使你脫離受苦煩惱，並人勉強你作的苦工，得享安息的日子，你必提這詩歌論巴比倫王說：欺壓人的河竟息滅，強暴的河竟止息。耶和華截斷了惡人的杖，轄制人的圭，就是在憤怒中連連攻擊眾民的，在怒氣中轄制列國，行逼迫無人阻止的。現在全地得安息，享平靜，人皆發聲歡呼。松樹和利巴嫩的香柏樹都因你歡樂說：自從你仆倒，再無人上來砍伐我們。你下到陰間，陰間就因你震動來迎接你，又因你驚動在世曾為首領的陰魂，並使那曾為列國君王的都離位站起。他們都要發言對你說：你也變為軟弱，像我們一樣麼？你也成了我們的樣子麼？你的威勢和你琴瑟的聲音都下到陰間。你下鋪的是從上蓋的時錐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從天墜落？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裏曾說：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極處，我要升到高雲之上，我要與至上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墜落陰間，到墀中極深之處。凡看見你的都要定睛看你，留意看你，說使大地顫抖，使列國震動，使世界如同荒野，使城邑傾覆。不釋放被擄的人歸家，是這個人麼？列國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陰宅的榮耀中安睡。唯獨你被棄，不得入你的墳墓，好像可憎的枝子，以被殺的人為衣，就是被刀刺透，墜落墀中石頭那裏的。你又像被踐踏的屍首一樣，你不得與君王同葬，因為你敗壞你的國，殺戮你的民，惡人後裔的名必永不提說。先人既有罪孽，就要預備殺戮他的子孫，免得他們興起來得了遍地，在世上收滿城邑。萬軍之耶和華說：我必興起攻擊他們，將巴比倫的名號和所餘剩的人，連子帶孫一併剪除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我必使巴比倫為箭豬所得，又變為水池。我要用滅亡的數酒掃淨他。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。萬軍之耶和華起誓說：我怎樣思想，必照樣成就；我怎樣定意，必照樣成立。就是在我地上打折，亞述人在我山上將他踐踏。他家的軛必離開以色列人，他家的重擔必離開他們的肩頭。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，這是向萬國所伸出的手。萬軍之耶和華既然定意，誰能廢棄呢？他的手已經伸出，誰能轉回呢？
亞哈斯王崩的那年，就有以下的默示：非利士全地啊，不要因擊打你的杖折斷就喜樂，因為從蛇的根必生出毒蛇，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飛龍。貧寒人的長子必有所食，窮乏人必安然躺臥。我必以饑荒治死你的根，你所餘剩的人必被殺戮。門拿應當哀號，城啊應當呼喊。非利士全地啊，你都消化了，因為有煙從北方出來，他行伍中並無亂隊的。可怎樣回答外邦的使者呢？外邦或指非利士必說耶和華建立了錫安，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14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以色列人歸回論作歌，以奉巴比倫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以色列人歸回論作歌，以奉巴比倫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，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12章稱謝救恩怒轉消，唱歌讚美揚聲小。第13章論巴比倫的預言傾覆之後無人煙。第14章以色列人歸回論作歌，以奉巴比倫。想一想，為什麼以色列人可以歸回呢？